因为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2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箴言第8章22節到31節，約翰一書第5章第1節到12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上帝的兒女。咱若對於信心的角度來看，每一個人相信的，攏會當得救。每一個接受耶穌基督做家己救主的，就會通因為安尼來成做上帝的兒女。保羅嘛真明白來甲咱講，咱若會當安尼就成做上帝的兒女，無去再成做奴僕。但是咱若對佇創造論的角度來講，其實每一個人，無論是毋是基督徒，是相信的，或是還未認捌上帝的人，其實咱攏是伊所創造，應該攏是上帝的兒女啦吼。只不過是有一寡人佇厝內，有一寡人是離開厝內。這個就親像佇路加福音15章所咧講的浪子故事中間，迄個浪子同款。但是，一旦因倒轉來，因就閣再度來領受救恩，恢復上帝家內底兒女的身份。箴言第8章22節到31節提到着上帝的創造甲人的關係。佇創造的起頭，上主先造我，自古以來，我是伊頭一個創造的。佇上起頭，佇創造世界以前，對極古早，伊造我。我出世的時，還未有深淵，嘛還未有海洋。我出母胎的時，大山還未受造，小山嘛還未形成。迄時大地甲田野還未創造，連地上頭一把土粉嘛還未有。伊安置穹蒼佇海面畫地平線，迄時我已經佇遐。伊佇空中布置雲彩，互深淵的水泉湧出來，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過界，甲大地下佇地基。迄時我已經佇遐。迄時我佇伊身邊做師傅頭，逐日互伊歡喜。我不時佇伊的面前歡喜快樂，意愛伊互人徛起的世界，歡喜伊創造的世間人。約翰佇會信的中間提到着信心的代志。約翰一書第5章第1節到12節安尼講：信耶穌是基督的人，攏是上帝的囝兒，聽父母嘛會聽因所生的囝兒。咱若聽上帝佮遵守伊的誡命，安尼就知咱有佇聽上帝的囝兒。遵守上帝的誡命就是聽上帝。伊的誡命毋是干那遵守，是上帝，因為上帝的囝兒攏會當較贏世間。互咱較贏世間的，就是咱的信。較贏世間的什麼人，兼毋是信耶穌是上帝囝的人嗎？這位耶穌基督就是通過水甲火來的，毋是只有通過水，是通過水甲火。聖神做見證，因為聖神是真理。有三個做見證，就是聖神、水甲火。這三個見證攏一致，人的見證咱攏接受，上帝的見證更較有效。這個是上帝為着伊的囝所做的見證。信上帝的囝的人，佇伊的心內有這個見證。毋信上帝的人，就是看上帝做白賊，因為伊毋是上帝為着伊的囝所做的見證。這個見證就是
上帝已经赐咱永远的活命。这个活命是对伊的囝来的，人有上帝的囝就有活命，无上帝的囝就无有活命。听上帝的囝，相信上帝，接受上帝救恩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儿女。这是上帝的应允，嘛是所赏赐予咱的。诗篇148篇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恁着对天顶来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来学乐伊，伊会正天使啊，恁着称赞伊；伊会正天君啊，恁着学乐伊；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辰啊，恁拢着学乐伊；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会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。伊定着规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，死呐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。恁拢着称赞上主，所有的大山、小山、果子树甲白香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、虫豸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、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色女、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恁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。伊的阳光盘过天甲地，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遐会亲像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感谢主爱如比的上帝赐予阮救恩，互阮因为相信来正信来称义，并且会通因为安尼得到来成做上帝儿女的福分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